先来看，今仔是521年假的上尾一日咯。国道嘛开始塞车咯，国道5号雪山崩坑哦，早起就塞2公里长，也毋过交通量是比去年的同期减少2.3%。伊讲今仔国道的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.3倍哦。另外，伫天气方面，这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天气较无稳定，尤其是南部佮有过道的山区，拢会落雨，也是讲是落雷公雨。5月节连假最后一天，国道开始出现上百的车阵。国5透早9点也开始出现车阵。目前雪山崩坑塞大约2公里，比去年连假同时期交通量减少23%。交通部长李明安一透早也到边拿交通控制中心视察。预计下午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车流，所以下午会有高承载管制。那另外目前也是大客车优先可以通行。高公局预估，初早国道交通量是115百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日年平均的1.3倍。尤其上摆交通量会当来到64百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日年平均的1.4倍。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，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；国3北向关西到大溪路段，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。国5北向宜兰到平宁路段车流已经出现，预计到晚上10点左右才会疏解。天气方面，受到西南风影响，未来6天水汽较济，不过温度也较悬。无落雨的时阵会当来到30度到34度，东南部上可能有35度。虽然5月份、6月份伫定义上拢是黄霜啊雨季，不过即马方面上北，刷到中国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附近，有渐渐转型做热冷的天气的可能性。这个自由的锋面，如果当北方有比较强的冷空气下来的时候，锋面系统当然会再靠近台湾一点点，但是真的要到台湾上空的这个几率已经开始慢慢的在降低了。气象署指出，这礼拜的天气又原无稳定，尤其南部地区、甲过道各地山区，较有无定时的阵雨甲雷公雨，而且有局部的大雨。虽然黄霜啊雨季影响无明显，不过刷倒来就是风台季，因此水情敢会受影响，搁爱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